大家好啊，歡迎嚟到基金經理人思維頻道，我係朱 Sir。我哋今日影片分析嘅內容啊，係純粹我個人嘅見解，並唔構成任何嘅買賣建議嘅。今日啊係2026年嘅5月30號啊，星期六。我哋今日咧就唔講恒生指數住啊，點解咧？因為我哋聽晚直播啊就會更加詳細講港股啊。我哋聽晚直播嘅主題就係破頂美日韓橫盤10月港，因為港股橫盤啊超過10個月啦。咁到底佢已經係橫到尾聲，準備出方向啦，定係再玩你1年半載咧？聽晚我哋就會直播討論呢個問題。好啦，我哋正式翻翻去正規一啲嘅美股啊。雖然今年都比較大上落啦，我哋再前一星期都已經提過 index 個調整就差唔多噶啦。就所謂升市莫估頂啊，而且美股嘅估值啊，隨住一份份業績嘅公布啊，當佢有個強勁嘅盈利增長出現咗之後，嗰個估值咧就由你以為貴就變咗唔係咁貴咯。例如你可以睇下 Dell 啊、大耳電腦啊，如果一份業績對比佢個估值咧就係貴嘅，本來前一份，但係咧我哋就係話由於啱啱新公佈嘅業績實在係太過好啦，咁即使升咗30% 之後咧，咁仍然都係一個 fair value 嚟嘅。咁變咗個 index 個角度啦，都冇乜太過特別好補充啦。見到升嘅咪繼續係睇升咯。咁而且我都想講佢而家每一日咧有一啲嘅盤橫中間係有啲回吐啦。咁第一技術上嚟講相對嚟講都係一個健康嘅市嚟嘅。一個有盤整嘅慢牛只不過係美股太強勢，咁所以盤整好多時都係即日或者隔幾日咁搞掂咗啦。咁點都好似好過港股橫盤咗成年都咁嘅樣啦。好啦，咁既然美股原來估值咧又真係唔係你想象中咁貴嘅，咁我哋最新一期嘅講座就當然仍然講咁偉大嘅美股啦。咁我哋今次嘅講座亦都有順便講埋港股嘅。嗱，朱 Sir 好少會講港股啦，咁就係今次講座朱 Sir 既然咧係會提港股咧，就肯定港股會有一啲做好或者做淡突破嘅機會嘅。咁就依一度都可以講明我講主要都係個股啫。如果純粹指數嘅話咧，你都唔使對佢有啲咩咁大嘅期望噶啦，呢個。咁當然啦，如果你想知道港股個股有啲咩玩佢都有啲嘢可以玩下嘅。所以喺今年頭5個月，既然朱 Sir 係做得咁好嘅情況之下，咁究竟喺下半年一個盛大半年結嗰個展望裏邊喺無論美股同埋港股有咩全面性嘅機會咧？咁就記得參加我哋咧全新嘅超級半年結美股2026年最強牛市講座。點擊下邊連結報名，費用都係全面嘅。好啦，咁最後啦，今日都講兩隻股票一隻咧就係之前係因為當係殺受害者咧，俾人打到咧，即係講緊跌到屋企人都唔認得。咁但係當出完業績之後就驚天地一鬼神咧，就升咗成差唔多成30-40% 嘅 Snow 啊。咁距離佢係俾人哋打瓜咗嘅下邊嗰個位118蚊計咧，高低位呢個升咗差唔多係 exactly 接近1倍以上。咁另外一隻就係無人機嘅股票ONDS 啦。咁其實老實講呢兩隻股票特別係後者咧，都相對嚟講係比較多人玩嘅。咁我哋而家就先睇一睇Snow 咧，我個點評啦。咁首先Snow 其實喺整體嗰個收入嘅增長係恢復翻個係高嘅增長年增長係差唔多成30%。唔好忘記已經係一個一定嘅基數嘅情況之下，咁而呢個每股盈利都係遠高過市場嘅預期大概高係20%左右。咁至於一啲係關鍵嘅對於 SaaS 嘅指標咧，都同大家切磋下。主要有兩個啦，一個咧就叫 NRR 嘅。NRR 嘅意思咧，就係話當嗰啲客戶，譬如話我本身係一個客，我續咗會12個月啦。咁喺下一期咧，究竟我續唔續會咧？究竟我會甩咗定係話甚至係付費嗰個 plan 咧係仲高過上年咧？咁如果你發覺係出現咗後邊嗰種情況嘅話咧，個 NRR 咧就會係高過100%啦。咁相反有唔少人係離開咗嘅話，咁個 NRR 咪跌到落100% 樓下咯。而 Snow 佢個 NRR 咧係去到大概125% 嘅水平嘅，雖然咧就未去到咧105%咧咁樣嘅瘋狂高啦，但係你唔好忘記 Snow 都玩咗相對比較多年噶啦，咁變咗一個成熟期嘅 SaaS 嚟講咧，呢一個咁嘅係數已經係一個頂尖嘅水平啦。第二就係睇一個所謂 RPO 相對 CRPO 嘅指標啦。最新一期呢個 RPO 咧，即係未履行合約咧，就係即係已簽但未履行合約咧，就92億美金。哇！按年增長咗成38%啦。而咁早一期咧個 CRPO 咧係67億美金嘅啫。同樣係超過市場嘅預期啊。所以兩個數其實都反映咗咧係未來收入嘅非常高能見度啦。而最後就係話付費哇！一年係嘔成100萬美金嘅客戶最新去到779間。
年增啊成差唔多30%啦。對上一季咧講緊係quarter to quarter 喎，呢個對上一季咧得600間左右嘅啫。咁啊，說明高價值嘅客戶其實仍然係存在嘅。咁而家就係話最後個產品啊，亦都係有一定嘅所謂嘅上調啦，講緊係使用量嗰個預測。咁啊，同埋咧喺 AI 嘅方面啊，出咗係幾隻嘅生成式 AI 嘅功能嘅產品啦，佢都宣稱大概有70%嘅客戶已經係使用呢啲咁樣 AI 嘅功能或者某啲嘅功能啦。呢個亦都係公司強調未來主要嘅增長嘅一個所謂嘅要點。咁到最後啦，就係話其實呢個股份喺而家嘅係所謂市銷率嗰個角度咧，我會覺得因為畢竟由低或者升過係近1倍啦。咁變咗我會覺得咧，佢個 fair value 咧大概就係230蚊到265蚊嘅區間嘅。咁而呢一個咧都係接近咧係一啲比較樂觀嘅投行，譬如瑞銀啊呢啲咁樣嘅相對出咗個報告一啲比較樂觀嘅目標價咧，某程度上都差唔多已經到㗎啦。而呢個價格亦都係 price in 咗咧，係高成長性同埋某程度上 AI 嘅故事。如果你要去到極度樂觀嘅價格咧，265到290蚊以上咧，其實得好少投行咧係俾啲 scenario 或者包括咗而家最樂觀嘅投行得一間嘅啫，就係都唔算係投行嘅 HSBC 即係匯豐證券。OK，咁因此我會覺得 Snow 短期嚟講都應該有動能嘅。個小嘅證據就係話，當衝咗30零個 percent，理論上應該有止落回吐嘅，但係佢不但止冇，而且係再飛來升7%咧，呢個都幾明示咗啊！唔理佢咩 fundamental，淨係你個短線嘅動能咧，就應該係相對嚟講係比較強勢，仲有機會係收復一定嘅失地嘅。咁嚟講，萬一係去到係連匯豐嘅樂觀嘅價格都可以去到嘅話，即係話280蚊或者290蚊嘅水平咧，我覺得咧就真係去到比較偏貴。到時咧，你嗰個價先做嘅話咧，到時可能就會冇咗頂啦。呢個 OK。好，咁我哋講咗呢一個嘅恭喜佢，亦都火鳳凰重新嘅 Snow 之後咧，咁最後我哋去翻呢個 ONDS 啦。咁呢一隻咧就好多，你發覺好多散戶玩嘅。你見到個股價啦，都近排喺個比較大嘅區間裏邊龍虎亂舞嘅。喂，你唔好睇佢 V 橫橫 V 橫橫咁樣走喎，你仔細啲睇下佢高低位，每次去到12蚊有阻力，打落去可以打落9蚊嘅喎。呢個你諗下，12蚊買9蚊止蝕，同你9蚊買，然後去到12、13蚊止賺，你諗下分別係差幾遠啊？咁近日啦，佢嘅相對比較嚟講係強勁，亦都係因為即係有無數嘅係一啲新嘅訂單出現咗啦，同埋最近亦都有傳特朗普係開始想入股無人機嘅公司，咁於是就先有一個係咁樣嘅升幅嘅啫。咁但係咧，我覺得呢間公司咧始終個素質咧就唔算係話特別係強大嘅。而且咧嗰個訂單個收入嘅基數咧係真係特別低啦。譬如話近一季即係得嗰$1000萬，佢係增長6倍嘅，但係問題係佢個即係總基數係潛太低啊。增長完之後咧，即係得嗰一季$1000萬嘅收入咁大把，其實屬於其實某程度上都屬於係一啲好典型嘅少量試點係進入呢個實質嘅商業化嘅初期嘅階段嘅啫。咁由於我訂單唔係你相對嚟講係咁足夠啦，所以喺而家呢一刻個毛利率係26%。即使有啲投行預計未來咧3-4年之後咧可以接近係70%。咁但係呢一個3-4年後即係就算俾個官你做啦，咁究竟係做唔做到啊？或者喂我會唔會等咁多年咧？呢個亦都有一定嘅保留嘅。咁何況對於該股份由於負債相對比較高啊，所以亦都係擔心咧個股價升到比較高嗰陣時咧，就突然間又去配股咁樣，又短期傷害呢個股民嘅利益。因此就係話，就算特朗普近日係入股或者有意有傳入股係一啲嘅無人機或者反無人機公司咧，我覺得呢個係炒味比較重嘅 ONDS 咧。如果喺下邊買咁冇所謂啦。但係再大幅炒高，可能20-20%或者20-30%之後咧，就始終去到嗰陣時係接火棒。相反嚟講啦，老實講啦，無人機嘅龍頭嘅公司或者好硬淨實淨嘅公司都有非常之多嘅。以呢一間公司得嗰65億嘅美金嘅市值，實在係太過細咯，我會覺得。所以如果係以一個安全或者性價比嘅角度咧，可能選其他啲龍頭公司嚟得比較安穩，甚至運用期權咧去打上落咧，嗰個利用價值可能會更加大添。好，咁我哋今日嘅影片就暫時去到呢一度啊。如果中意我哋影片朋友仔咧，記得訂閱、讚好同埋留言支持啦。如果想知道喺上半年明知道美股有好嘅表現，亦都客觀感受到朱 Sir 個預測都相當之唔錯，但係奈何可能自己喺上半年有好多關係未必做得太好嘅話咧，唔想再錯過美股嘅任何嘅揾錢機會，唔想再錯過下半年美股嘅重大機遇嘅話，記得參加我哋非常盛大嘅超級半年結美股2026年嘅最強牛市講座。為咗隆重其事我哋都喺酒店嗰度舉行嘅。我係朱 Sir，下次再見。